嘉义县市受到风台影响，今日就已经先停班停课，也早起的时，是蚵仔市遐农民呢，就趁也无啥风，也无啥雨，赶紧甲岸边的船只甲摆仔呢固定好势。就是惊讲哦，所来这2天风台影响上大，也风台来损失会真大。用锁固定岸边的船只甲摆仔，当招迄面透早趁风雨也袂入来，赶紧来做加强的工作。市场的档啊嘛只有昨收倒来蚵仔，蚵龙讲风台来速度上紧，蚵仔拢袂赴通收。当收的。啊，惊风台入来？无人要互咱处理去。袂使处理。袂当处理。哦，哎，烦恼遐拍拍哟。啊，哪惨啊！除了当招渔民加强防灾以外，布地上港的工作人员嘛，替停伫岸边的船增加保护的措施。抽水站嘛进行预防性的排水，要增加地方体相关设施的空间。特别是我们沿海地区的刚刚提到的自容池，尽可能的把相关的前池、自容池，还有相关的渠道降到最低的水位，就是说让这些自容池除了有最大自容量之外，相关的一些渠道也可以创造一些最大的在潮式的一些自容空间。为了了解各单位防灾的准备，嘉义县政府早时啊嘛开设风台应变中心。县政府就表示，这个风台为台湾的西边过来，对沿海地区可能会产生影响，已经加强防灾的准备，希望减少风雨对沿海地区带来的损失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